好，依家我哋打詠春入邊第二套拳尋橋。好，開馬，分鐘，開機去。喺詠春第二套拳，喺詠春第二套拳叫做尋橋。呢個尋橋咧唔係找對方隻手，係尋橋意思就係尋找對方嘅位置、空間距離。與兩人對立嘅時候咧，人與人之間就有個距離感出嚟㗎啦。我哋要喺邊個位置處事翻自己嗰個方法去打。雙切橋、劈手、批踭、分手、疾打、對膊掌、攔手綁手。你呢個喺小練頭尋橋嚟講，佢全部都係開始有腳啊，有腳有踭、追馬。佢哋開始分啦，例如話好似呢個低綁，我哋裏邊有3個綁，一個低綁，一個移綁，一個拋綁，橫腳係啦，橋底發錘。好，繼續。好，繼續。好啦，依家行軍行表演日字衝錘鏟腳，準備去。第二下去。OK， 第三下去。好，第二個動作。炮捶刀腳，準備去。OK， 然之後啦，我哋再做啦。炮捶刀腳加鞭腿，準備去。準備去。好，再做多次。炮捶刀腳鞭腿，係啦。OK。好，第三個動作，日字衝錘，釘腳鏟腳。日字衝錘，釘腳鏟腳。OK。再做過。日字衝錘，釘腳鏟腳。OK。再做多下炮捶刀腳鞭腿。高腳係啦 ，OK， 再做日字衝錘，釘腳鞭腿 ，OK， 做多3下鞭腿，準備1、2、3，好，企好，應佢。對方鞭腿踢出，抱腳抱腿摔，去。好。企好，跟佢。企好，跟佢。好，準備。3聲之後，玩落去 ，OK。1、2。3，開，好，就係鏟腳啦。
聲，用力，一、二、三，去！好！太難啦！攞實位，一擒一爭，攞實位先。依家由陳樂明先開始表演啦。我睇下喎，係啦，炮捶爭 ，OK， 佛手爭。好，準備。唔夠。一、二、三，去！好，跟佢。嗱，頭先我哋見到啦，喺尋橋動作見到有兩下單嘅，依家就攞出嚟啦，表演。一、二、三，去！好，好，跟佢。一、二、三，去！好。好，好，由何金錦師兄開始表演炮捶，準備，開始去。好，嚟。好，係準備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好嘅。落嚟係由嚴師傅同埋黃家錦師兄表演中國式摔跤。大家平時唔知道就以為啲拳腳功夫先傷到人，其實咧摔跤咧係一招就可以令你粉身碎骨㗎啦。即係咩啊？有意思，但係嗰個嘣一聲，個頭俾佢，哇！突突聲啊！好。大家記得千祈翻去唔好學啊！尤其小朋友，你睇危險嗰啲普通嘅拳腳功夫㗎。媽咪話即係咩啊？